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6月18日，从诗篇学祷告，将厌恶带进祷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57到58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57篇5节。上帝啊，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司布真说过这样2句话，我把它串起来，它不是一起说的，但今天的诗篇让我想到这2句话，把它串起来是今天我觉得很适合我来表达这2篇诗篇。司布真他曾经说罪恶将每一个祝福加上负号，使祝福成为咒诅。好贴切啊！本来神要祝福的是100分，但罪恶却在这100分里面变成负数，那么就变咒诅，是负100分。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罪恶临到我们，或者是他们加害于我们的时候，我们面临那样子喘不过气来，甚至于今天诗篇58篇说默然不语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此时司布真就说，来祷告吧。人若放弃祷告，就无法在恩典中进步。人生我们看到诗人真的是经历人生的许多我们很难以想象，但我们却被他同理，因为我们有可能不是像大卫一样他这么多的人生波折，甚至这么多真的是很难为的事，很难挡的这种罪恶临到他，但我们看到他让我们很佩服特别是今天58篇，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实在是他被追杀甚至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他怎样藏在洞里那真的是因为大卫在躲避扫罗王所以他躲在洞里藏起来了我想躲在洞里，如果是危难危急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像大卫说，神求你怜悯我我来投靠你，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是一个好办法这是一个防卫的机制，不只是心理更是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需要有音乐牧师常常讲我们要2安先安身跟安心，是吗？还有呢2解，我们要了解那时候的情绪有很多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绪，我们一定会有那种像我们罪恶那些恶劣的压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是那情绪就来。但今天司布真这位讲道王子，他透过他的讲道当中再次鼓励他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鼓励这个几百年后的我们是我们就来到神面前，那每一次的这个难挡的事情很难很高压的事情，竟然是那种恶劣的压力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荆棘，特别是让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可以进步那当然啦这个藏在洞里是很多男人的习惯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在心理学下这长久以来算是100年来的统计，我们发现男士对于高压实在是很想逃的时候，甚至是逃在洞里。今天大卫就说了我的心逃在洞里，但危险过去我们真的要出来特别我们身边有人我们有这位神，我们逃在洞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的眼睛有狮子有烈火在这当中，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仍然可以仰望神。尽管仇敌很猖獗，环境很艰难，但神的权柄仍然高过诸天，高过全地，他的荣耀高过全地，他始终掌管一切，必定带领我们能够胜过。这真的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才有办法经历。但亲爱的大家，音乐牧师可不是说我们透过祷告来躲避，来逃避，然后就没了。我们一直以祷告来学习，是祷告是真实，是有力量的，是面对暴力的时候，神与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不是就是消极被挨打的份，而我们只有心里寻求好像神的慰藉这样而已。没有，不是，而是神透过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产生的这种内在的力量。也就当我们的身心灵，我们透过祷告，我们的生命被神所升级，我们有了神的生命，那么这个我们从内心的这种战争，有神与我们一起，那么我们可以产生那个心理的力量。心理的力量对外在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57篇里面说，我心坚定，我的心投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心其实是决定一切，是吧？我们的心强过这环境，是因为我们的心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心能够坚定不移我们将我们所有那个厌恶带到祷告当中，神能够帮我们这个厌恶，这个负向的情绪好了，这种警戒的成为一股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恶将每个祝福加上符号。音乐牧师要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厌恶带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符号，神本来罪恶要咒诅我们的，在神的手中祷告，我们却是要从那负号变为正号，而且我们是要是成倍数，是乘数的被神祝福。我们的心那个力量要从神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对厌恶这2个字非常有感因为大家知道吗？如果没有听过我分享，我想今天我愿意再来分享一次。其实我的名字是我的阿嬷，她原来不是神的女儿，但是她嫁过来以后，她成为神的女儿，甚至她曾经担任士林长老教会的执事。但是她在年轻的时候，她信仰上不是那么坚定以至于她会把每一个孙子的长孙跟我的名字拿去给算命算。所以这个应验是那时候北部最有名的算命师所算的。但大家知道吗？算命师算我的名字如果有学过姓名学的，拿我的名字去学，每个都来告诉我说，哇，这个应验了。以前人家只叫我名字，我还不是牧师的时候，说你的名字真是大富大贵我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这是算命师算过。以至于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为了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了，打那桶针的全部都得。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山下的那个邻居，那个社区打那桶针全部得我说这个名字多好大富大贵嘛，贵下来的贵嘛，因为这个从来没有一天是好好走过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算命的说，竟然告诉我的阿嬷说，因为你的孙女的命没有那么好啦，她要有这种好命只能折断一只脚所以其实我对我的名字从小其实我是很讨厌的，所以人家都叫我应验，就是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应验。我是到了读神学院，每个同学就说你名字很好嘞，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是那时候我的名字才翻身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当我们遇到厌恶厌恶的事情的时候，带到神面前，我们看到诗人他怎么这样经历这么大压力，他竟然他的焦点是在荣耀这一位神，高举神。我们今天 RPG 说，愿你伟大彰显于高天，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啊。58篇也一样啊，他受到这么大的委屈默然不语啊。他说这个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你们都不说话啊，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一心只想作恶，在地上犯强暴的罪。哇，我告诉你，旷野里了在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诗人他们把这些厌恶厌恶罪恶的事交在神面前以后，他们有产生一个新的力量，就是他们高举神以后，他们看到神的力量要战胜那个恶者。神的力量，神是带领光明，黑暗绝对在光明来的时候就不见了，好不好？我们每次遇到真的很难挡很难当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吧，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诗人除了为自己的事求告神之外，还关注什么事呢？他关注神的事，他起来赞美高举这位神，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将我们的情绪带到你面前，但主，在你面前是要转化，我们没有将这些情绪再带回我们的生活，而是主啊，我们的心坚定，我们要唱歌，我们要歌颂，我们要颂赞你，我们要说我们的心啊，起来，醒起来，醒起来，我要把大地也唤醒起来，因为主啊，我要在列国中感谢你，我要在万民中颂赞你，我要在主你永恒的爱上，主啊，我要有份，也将你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主你永恒的爱上达高天，你的信实高过云霄穹苍。主啊，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谢谢主，谢谢你今天在祷告中再次使我们的生命醒过来，也被你高举。因着主，我们高举你的生命，尊崇主你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能够看到主你要我们看见的境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就要在神的光中行哦。愿主的荣耀，主啊，真的上到天庭，上到高过全地，我们跟神一起过今天的生活。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明天见。